度有冇啱啱？有啊。也比不上你親切笑容，閱讀課本，唱唱兒歌，我更加想抱緊你。謝謝校長，感激老師，教我開心我，伴我成長。犀利喎，家姐你識嘅麻鷹捉雞仔啊！學校課室，玩具圖書，也比不上你親切笑容。閱讀課本，唱唱兒歌，我更加想抱緊你。謝謝校長，感激老師，教我關心我，伴我成長。滿滿塵埃，願你查點，不得深深你看顧。今天終於長大了，長夠了，今天畢業了，愛哭的寶寶也學懂開心笑。而家幾月啦？而家幾月啦？而家咪6月咯。咁快就畢業應該8月。大咗可以。你講咩啊？廿步佢可以翻嚟大學。去翻都可以去到咪？邊度得意開喎。啊？我睇唔到嘅。我會接飛機㗎。